1995年 TVB 決定重啟金庸經典小說《神雕俠侶》，武功天下第一。揀主角嗰陣，大監製李添勝提出一個大膽嘅建議。古天樂嗰個輪廓咧又好殺，楊過就係偏偏帶有3分呢種不羈浪子性格嘅人。我覺得古天樂係較為接近楊過呢樣嘅性格。但係要接演楊過，唔只要勇氣。睇翻上一個版本係劉德華，香港演藝圈公認嘅經典，想打破呢個既有形象，幾乎係不可能嘅挑戰。首先我會了解咗楊過性格先啦，咁跟住咧希望可以將自己嘅性格融入到入去咯，帶到自己嘅性格出嚟咯，咁會自然啲我覺得。因為我之前拍嘅全部都係時裝，咁我對古裝冇乜認識，我亦都唔知道古裝講嘢啊做手嗰啲係點咯，但係我會俾心機學，盡力去做。最終，當1995年版本嘅《神雕俠侶》一播出，古天樂以一身清俊脫俗嘅造型一出場，就令全港觀眾眼前一亮。古天樂演活咗楊過嘅至情至性、抑鬱痴狂，成為好多觀眾心入邊至今無可取代嘅經典版本。甚至後來唔少武俠遊戲插畫都以佢呢個楊過嘅形象做參考，可見影響之深。係呢，古仔。拍《神雕俠侶》對你嚟講有咩最深刻啊？我而家將佢2次接受訪問嘅答案都剪埋一齊，都可以睇到古天樂嘅進化。問我呢個戲裏邊有咩最深刻嘅？我覺得成部戲都好深刻，因為我第一次拍古裝，唔知對白應該點樣講，更加唔知道啲打係應該點樣先叫做瀟灑。最難忘一定同阿雕兄，佢教我練功嗰場啦。咁啊，雕兄點樣練啦？哦，我明啊，雕兄，原來你想我咁。哦，我明啊，雕兄，哦，你想我跳高。哦，原來係咁樣打係冇用嘅。我點解真係難為啊，雕兄。同一個犯錯嘅年青人，進化到成為千千萬萬人心中嘅英雄。古天樂用自己嘅努力行出咗一條屬於自己嘅路，但係佢又點會甘心停落嚟？下一步，古天樂竟然選擇唔再做奶油小生，而係黑化自己。點解？